嗱，相信咧大家啊喺呢個日常生活裏邊都經常聽到一句説話啦，有啲人咧就係睇人輸錢、睇人 PK 咧就最開心嘅。嗱，今次咧帶大家嚟睇一個內地嘅樓盤咧，就係叫世榮上官啊。嗱，呢個樓盤高峰嘅時候咧賣到18,000蚊、19,000蚊、20,000蚊左右一方啊。咁現時最新嘅情況咧就係5.1嘅時候，佢會有一批特價貨，就係推出呢個第3棟啊，講緊咧9,000零蚊起啊，即係話比起高峰期咧係腰斬咁樣。嗱，我相信好多人咧就中意睇人哋，哇！嗰啲舊業主就慘咯，輸到一半嘅錢喺度啊。咁但係咧，其實未買而又對呢個項目感興趣嘅人士啊，就等於咧係用一個最平嘅價錢咧去買到一個優質嘅，能夠有機會望到河景，就係呢個黃楊河嘅單位啊。嗱，成個世榮上官都可以話係望靚景為主噶，點都係開揚嘅景觀嚟噶。一邊咧就望到尖峰山嗰邊嘅山景，另外一邊咧就望住黃楊河河景啊。現時嚟緊5.1推出嚟嘅呢個3棟嘅單位價錢係點咧？大家喺呢個表入邊咧都可以見到啦。嗱，而家先俾大家去睇一套啊，呢一邊面積比較細嘅78平方米嘅單位啊。咁我哋而家睇一睇佢世榮最細一個即80平方米，我都係覺得佢極具性價比嘅一個單位啊。咁就入嚟，咁就交標都係一樣嘅，同樣佢都有一個鞋櫃，呢個，但係佢唔會因為話面積細，佢呢個鞋櫃同嗰個103方都係差唔多嘅。咁就再入嚟少少，同樣牆身就係白色油油嘅啦，就係呢一個，係啦，呢一個。咁就先睇下廚房先，但係佢世榮又好得意喎，有好多發展商咧，因為可能面積細咧，佢有啲係交標會差啲喎，但係佢呢個係完全係冇區別嘅，唔會因為面積細而去減咗佢嗰個交付標準。同樣嘅呢個小倒碗櫃啦、洗碗機啦、灶爐、抽油煙機等等，但係佢呢個示範單位80平方咧，同我啱先介紹嗰個103平方啊，基本上廚房可以話係一模一樣大啊。係啦，同樣佢都80平方，2房之餘2個露台，係啦，2個露台。咁呢個露台嘅話咧，都空間都係比較夠嘅。咁到時候我哋晾衫咧就喺呢邊晾啦。係啊，佢呢個就應該夠用噶啦，寫住11升，因為佢只有一個洗手間嘅。呢個2房就唔使去換啦。但係如果話係3房嘅話咧，就一定會換個大聲量嘅。係啦，咁就客廳開間嘅話咧，係做到3.6米嘅，3.6米，80平方開間做3.6米，好少好少。依家好多之前有一啲發展商咧，80平方佢做開間只有3.4米啊，但係呢個都係做到3.6米嘅，可以話係非常之闊。咁就我哋呢個空調咧都係我哋交標嚟嘅，係啦，露台。但係啱先如果話103方嗰個單位咧，我就覺得嗰個露台細啦。但係如果係換咗80平方呢個單位嚟講，呢個露台係合格嘅。並且係滿意嘅，係啊！我哋可以睇翻咯，世榮嘅話可以喺各方面，即係從外牆上面啊，佢都係用料十足嘅。目前如果話好多之前嘅發展商咧，有啲係慳成本就塗一啲塗料，咁如果話有良心少少嘅話，專業啲咧就整嗰啲真石漆。但係好多街坊、好多香港街坊都係中意即係話外牆貼呢種磚嘅，會顯得會高檔少少。咁世榮嘅話咧，用嘅呢一種磚啊，可以話喺外牆方面嘅成本都係會比較高嘅，係啊。咁就房間佢就2房嘅，先睇下呢個就主人房。咁主人房嘅話，佢呢邊係放咗個1.8乘2米左右，應該係1.8，應該呢個長度係1.8嘅。因為啱先我瞓咗一陣咧，就成個人都瞓唔晒嘅，係啦。咁就係3邊落床啦，因為佢呢度就做咗個櫃嘅，呢度做咗個櫃。好啦，同樣過道啦，都會有佢小夜燈啦，咁就係我哋一個洗手間啦。基本上一視同仁嘅交標啊。咁呢個就第2間房啦，因為佢本身就80平方，佢就係做咗2房嘅。但係呢個戶型咧，可以話係極具性價比，86萬左右，86萬，係啊，同樣係現房嚟嘅。我哋依家喺呢個細房間啦，可以去順便去簡單的睇睇我哋世榮上官嘅一個園林綠化，可以話真係做得非常之好喎。你會睇到佢有一個涼亭啦，有水景啦，同埋大部分呢啲綠植咧都已經係生得有啲高度噶啦。呢啲綠植就唔係話嗰啲營養不良嘅。係全部都已經係呢個健康成長的
所以基本上啱先我哋入嚟呢一個小區咧，第一個感覺就係呢一個小區嘅園林就係做得非常之舒服嘅，係啊。咁呢個單位嘅話咧，就基本上係適合我哋邊方面嘅一個客戶啦，就係真係退休人士啦，唔一定話經常翻香港。畢竟呢個小區嘅位置係位於呢個斗門區嘅井岸嘅，係啦，並且係仲有就係適合於自駕嘅一個街坊朋友啦。OK， 咁如果話對呢個細元上君有興趣嘅朋友嘅話咧，亦都可以過嚟了解下嘅。如果說身邊有客戶想考慮2房、3房，性價比比較高的這個小區還是不錯的。加上它居住來講，它的舒適度也很高，因為它背三面海嘛。還有的話就是它交通方面，小區門口這裡就有西堤路，直接可以到達我們的萬達購物商場，大概幾個站啊？3個站點就可以到。然後旁邊這裡有一個尖峰巴士站。就側門這裡可以出來，這個尖峰巴士站呢，可以直達我們的那個像大慶啊這些都可以直達，包括市場啊這些都可以直達。對面這裡就有一個市場叫南灣市場，然後還有一個體育中心，所以周邊的一個配套還是比較方便的。日常的一些採買啊，包括日常的一些出行啊，玩的東西還是比較多的。所以這個是我們整個斗門景岸最後一個住宅盤了。